岁呀？你在做什么？做针线。做什么针线？丝衣裳、棉袜子。我不是预料许多袜子，你又做它何用啊？你过去3月用功，受了恩情，两腿时尚发冷。啊，星期天我在张大夫那里取得药方。药方？他说此病再犯，可否吃药？我想你就要上京赴考，可不能再受我们，需要年马后腿才好你。一片
娘子，对我在这香布台上题诗一首。题诗。万岁孙女母的孙，历练之恩赐恨，他命专攻这贵子。